六七十年代由英國百貨公司入面最高級嘅名牌衫，到對美國家庭聖誕樹上面掛住嘅塑膠花，你倒轉去望一望個底啦，你都會見到有4個英文字 Made in Hong Kong。嗰陣時香港製造4個字簡直係威盡全球。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呢個震驚世界嘅工業神話一開始嘅劇本啊？係一鋪爛到冇得再爛嘅牌。1945年香港重光，人口由原本106萬跌到得返60萬，百廢待興都算啦。本來諗住靠做轉口港買賣，慢慢捱翻起個經濟，點知幾年之後韓戰爆發，聯合國一聲令下對華全面禁運，呢一刀直接切斷咗香港條米路。貿易額插水式暴跌，無數商行執笠。當時嘅香港，與其話係轉口港，不如話係一個死港。經濟冧檔之餘，偏偏同一時間咧，內地政局動盪，過百萬難民湧入香港，通山都係木屋區，冇錢冇地冇屋住，仲要俾國際封鎖，呢個局點樣睇都係死路一條。但係歷史偏偏喺呢個最絕望嘅時刻出現轉機，聯合國嘅封鎖線逼住香港要轉身，一班帶住資金同埋機器走難落嚟嘅上海紡織大王，帶嚟咗技術，再加埋一班為兩餐乜都肯制，一衣雞夜一家大細穿膠花嘅基層市民。呢幾股力量撞埋一齊，竟然產生咗不可思議嘅化學作用，連日後嘅香港首富李嘉誠，當年都只係喺呢個大浪入面咧其中一個山頭啫。究竟一場幾乎浸死香港嘅難民潮，點樣錯有錯着逼出咗一個工業帝國呢？呢一班一無所有嘅香港人，又點樣用雙手打拼出真正嘅獅子山神話呢？歡迎翻到嚟半夜講歷史，我係 Philip， 多謝你哋收睇香港歷史系列。我嘅 channel 係致力於用最詳盡、有別於香港教科書嘅角度，帶大家重新認識香港。如果你哋中意呢一類型嘅題材呢，可以 subscribe 同埋 share 呢段片，仲可以撳埋個鐘仔。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下右上角嘅嗰條 playlist， 由2000年前嘅漢朝開始，重新認識香港呢笪地方。你哋每一個嘅 subscribe 對我嚟講都非常重要，多謝你哋嘅支持。翻返去1945年，8年抗戰終於打完。當時中國嘅老百姓本來以為捱過咗日本人嘅炮火，終於可以唞翻啖氣，過翻啲太平嘅日子。點知和平嘅日子只係維持咗1年啫。1946年，國共和談徹底破裂，為咗爭奪中國嘅管治權，雙方爆發咗一場全面嘅生死大戰。即係歷史上嘅國共內戰。當時嘅戰況非常之慘烈，雙方幾百萬大軍喺長江以北打到天昏地暗。不過比前線炮火更恐怖嘅係大後方嘅經濟全面崩潰，因為打仗國民政府印銀紙印到失晒控，引發咗極其誇張嘅惡性通脹，啲銀紙貶值到好似廢紙咁。老百姓要用麻包袋，甚至推成架木頭車裝住啲錢，先至勉強換到一小包米啫。面對住日日打仗，連飯都食唔飽，仲要擔心政權交替之後會俾人清算，當時嘅中國社會陷入咗極度嘅恐慌。無論係上海嘅大資本家、地主，定係身無分文嘅普通農民，所有人腦海入面咧，只係有一個念頭啫，就係走。大時代嘅巨輪一轉，普通人只能夠跟住命運去逃難。為咗避開戰火，一場中國近代史史無前例嘅大逃亡正式上演。而一路向南走，越過深圳河，去到當時由英國人管治冇戰火波及嘅香港，就成為咗佢哋眼中唯一嘅逃生門。
當時每日都有成千上萬嘅難民拖男帶女，搏老命咁跨過深圳河，湧入香港呢一個避風港。當時嘅港英政府本來以為呢班人只係過客，打完仗就會返鄉下，所以根本冇做任何長遠嘅房屋同埋城市規劃。但係現實冇咁理想，內地嘅政權更迭已成定局，呢班人走咗落嚟就再冇退路。人就越嚟越多，但係香港根本冇咁多屋俾佢哋住，點算呢？班難民唯有自己諗辦法啦。短短幾個月之間，香港嘅山邊啊、斜坡啊，甚至坑渠邊，無啦啦生出咗好多密密麻麻、一眼望唔到盡頭嘅木屋區，幾塊鐵皮、幾塊木板就搭成咗一個所謂嘅家。冇水冇電冇廁所，幾十戶人共用一條街喉，為咗爭一桶乾淨嘅水，可以大打出手。夏天打風嘅時候就驚連人帶屋全部吹走，冬天又凍到騰騰震。呢過百萬嘅基層市民，每日擘大對眼呢，就係為咗兩個字：生存。佢哋冇得揀，為咗養妻活兒，只要有工開，幾辛苦，人工幾賤，佢哋都肯做。呢一班人不知不覺間，成為咗日後支撐香港工業起飛最龐大、最捱得嘅廉價勞動力。但係千祈唔好誤會，以為走難落嚟嘅全部都係一無所有嘅窮人。喺呢無數嘅難民入面，其實隱藏住一班真正嘅大鱷，同埋改變香港命運嘅幕後推手。因為內地局勢大變，原本喺上海同埋江浙一帶呼風喚雨嘅大資本家、紡織大亨，佢哋都帶住巨額嘅資金南下避險。更加誇張嘅係呢一班大老闆早前喺英國同埋歐洲訂購咗最頂尖嘅紡織機器，本來打算係運翻上海開廠嘅，但係眼見個局勢唔係好對路啦，佢哋一個電話就即刻命令啦，響海入面仲行緊船過嚟上海嘅貨輪急轉彎，直接將當時世界上面最先進嘅工業設備全部送晒去香港嘅維多利亞港。講到呢一班帶住資金同埋機器南下嘅過江龍，最具代表性嘅一定係無錫紡織世家出身嘅唐炳源。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佢只係一個普通嘅有錢佬，佢其實係喺美國麻省理工大學 MIT 畢業嘅高材生。1947年，佢眼見局勢大亂，將家族嘅重心轉移嚟香港。佢唔單止帶咗錢，仲帶埋最先進嘅管理模式同埋技術落到嚟香港。1948年，唐炳源喺荃灣買地，創辦咗非常之有名嘅南洋紗廠。呢間廠唔單止規模龐大，仲係當時全香港最現代化嘅工廠之一。後嚟唐炳源更加成為咗香港政商界嘅超級巨頭，連理工大學嘅前身香港工業專門學院，佢都出咗好多力去推動。喺唐炳源嘅帶動之下咧，大批江浙富商咧個個都跟住佢有樣學樣，帶住30萬落嚟搏殺。後來創立咗南豐紗廠嘅棉紗大王陳挺華，仲有創辦中國染廠嘅查濟民。呢一班上海同埋江浙嘅大資本家，將成個紡織業鏈嘅紡織染全部搬晒嚟香港。短短幾年之間，原本仲係種緊田捉緊魚嘅荃灣荒地，搖身一變成為工廠林立、幾萬個工人日夜開工嘅工業重鎮。當時嘅外國傳媒甚至震驚到幫香港改咗一個極之霸氣嘅外號，叫做東方曼徹斯特。如果冇呢一班過江龍嘅資本、膽識同埋技術，香港嘅工業神話根本連第一步都唔可以踏出。呢個歷史嘅巧合咧，係極之不可思議。無限量供應最刻苦耐勞嘅廉價勞動力，加上雄厚嘅過江龍資金，再配合世界級嘅先進機器、人錢、機器、技術呢4樣本來大纜都扯唔埋嘅元素，
因為一場戰亂竟然喺香港呢個小島上面全部聚埋一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呢一陣東風啦，好快就會以一種好殘酷嘅方式吹到嚟香港。時間嚟到1950年，香港本來諗住靠南下嘅資金同埋勞動力可以慢慢唞翻啖氣。點知咧，遠喺幾千公里外嘅朝鮮半島突然打響咗一場改變世界格局嘅大戰——韓戰。當時正值冷戰初期，北韓嘅軍隊突然越過300線攻打南韓，美國帶頭嘅聯合國軍隨即出兵介入，戰火越燒越烈，甚至逼近中國嘅邊境鴨綠江。結果當時啱啱建國冇耐嘅中共政權決定派出100萬志願軍入朝參戰，呢個就係歷史上面嘅抗美援朝。中共一出兵就大件事啦，中國直接同聯合國軍正面交鋒，結果惹嚟咗國際社會嘅制裁。1951年5月，聯合國大會高票通過決議，宣布對中國大陸同北韓實施極之嚴厲嘅全面戰略物資禁運，鋼鐵、橡膠、石油，甚至連普通嘅藥物，通通都唔准賣俾中國。而香港作為當時中國對外貿易最重要嘅南大門，首當其衝。呢場風暴食到應一應，呢一張禁運令對中國大陸係制裁，對於香港嚟講咧，簡直係一張死亡證。大家都知道香港開埠100年以嚟，一直都係靠做轉口港揾食嘅，即係將外國嘅貨轉賣翻內地，再將內地嘅貨賣出去外國。而家聯合國突然之間就話全面封鎖香港，條大動脈即刻被一刀切斷。短短幾個月嘅時間，香港嘅進出口貿易額暴跌咗超過一半，幾百間大大小小嘅商行、貿易公司一夜之間連環執笠，碼頭冇船停泊，碼頭工人冇工開，百幾萬人困咗喺呢個死港入面，望住個海都唔知道聽日仲有冇飯開。宏觀經濟冧檔，最受苦嘅永遠都係最基層嘅老百姓。當時嗰個8萬走難落嚟嘅難民，本來已經住喺環境惡劣嘅木屋區，而家連做散工嘅機會都冇埋。但係俗語都有話，屋漏兼逢連夜雨。個天好似乎覺得香港未夠慘，決定再補多一刀。1953年12月25號聖誕節，本來應該係普天同慶嘅日子，但係喺深水埗石硤尾嘅木屋區，一陣強風吹過，吹跌咗一盞白火水燈。火成風勢，加上木屋區全部都係易燃物料，短短幾個鐘頭之內，成個山頭變成煉獄。呢一場大火足足燒咗大半日。當日頭升起嘅時候，大火終於救熄啦。本來密密麻麻嘅山頭燒到得返一片灰，全部都變晒灰燼。接近6萬個本來已經一無所有嘅難民，而家連唯一嘅容身之處都化為烏有，要瞓喺條街度。經濟破產加上史無前例嘅人道災難，當時嘅港督葛量洪面對住呢一個爛攤子，知道如果再唔出手，一定會爆發大規模嘅暴動。港英政府被迫放棄一直以嚟嘅積極不干預政策，為咗盡快安置災民，政府大筆一揮，決定由庫房出錢喺災區原址同埋周邊極速興建一個H 字形嘅7層石屎大廈，呢個就係香港大名鼎鼎嘅徙置大廈，亦即係公屋嘅鼻祖。深水埗嘅美荷樓就係當時嘅第一批啦。本來起徙置區咧，只係為咗救災嘅啫，但係歷史嘅走向啦，往往係無心插柳。政府估唔到呢一個救災嘅行為啦，竟然意外地解決咗工業發展最頭痛嘅難題。以前難民住喺山邊嘅木屋，打風落雨咧就返唔到工噶啦，勞動力極之唔穩定。但係而家政府將呢幾十萬人集中安置喺一棟棟嘅大廈入面，仲要規劃埋附近嘅交通同埋水電，
一瞬間，呢一班難民變成咗一支超級穩定、極度集中，而且隨傳隨到嘅工業勞動力大軍。轉口貿易死咗？唔緊要，上海大亨運落嚟嘅先進機器正式開機，冇得再靠轉口食飯，香港人就自己生產、自己賣。喺國際封鎖嘅死亡線上面，香港被迫走上咗一條完全陌生嘅工業化道路。工廠大廈開始喺各區拔地而起，一家大細走入工廠揾食，一個震驚世界嘅香港製造 Made in Hong Kong 嘅黃金時代，就喺呢一片廢墟同灰燼入面正式啟動。捱過咗最黑暗嘅制裁同埋大火，香港終於迎嚟真正嘅大翻身。而呢一次嘅推手唔係其他人，而係遠喺地球嘅另外一邊歐美嘅消費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啦，歐美經濟全面復甦，迎嚟史無前例嘅消費狂潮。外國人手頭有錢想買嘢，要平要靚要快，放眼全世界啦，邊度可以提供到最平嘅勞動力，又可以極速起貨嘅啦？冇錯啦，就係啱啱逼住走上工業化道路，滿地都係平價勞工嘅香港。就係咁，香港同歐美市場一拍即合。香港嘅廠佬接單接到手軟，由紡織製衣到塑膠鐘錶玩具，四大支柱產業帶領住香港製造 Made in Hong Kong， 瘋狂傾銷全世界。去到60年代初，香港嘅經濟簡直好似坐緊火箭咁，全港超過40%嘅打工仔都係做緊製造業。出口貿易額年年翻倍，香港正式成為震驚世界嘅輕工業中心。不過大家可能會問，工廠開到成行城市，幾千間廠日夜開工，香港去邊度揾咁多人去填滿呢啲生產線呢？其實歷史嘅悲劇咧，再一次成為香港經濟嘅燃料。難民湧入香港，絕對唔只係1949年內戰打完就停咗，而係一浪接一浪。去到50年代尾、60年代初，內地推行大躍進，結果引發咗極其慘烈嘅3年大饑荒，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喺1962年爆發咗震驚中外嘅5月大逃亡，當時廣東省一帶嘅饑民為咗一啖飯，成千上萬搏老命衝破邊防，攀山涉水，游水偷渡落嚟香港。當時有好多市民甚至帶住餅乾同埋麵包去到邊境嘅山頭去拯救呢一班同胞。呢一班喺饑荒逃出生天嘅新移民，無牽無掛，為咗生存可以忍受極端惡劣嘅工作環境。佢哋嘅嚟到為香港嘅工廠注入咗最龐大、最平、最肯捱嘅新鮮血液。冇呢一浪接一浪，因為天災人禍而南下嘅難民，香港嘅廠佬根本接唔起歐美咁龐大嘅訂單。香港製造 Made in Hong Kong 嘅神話，講到尾就係建立喺呢一班時代苦難者嘅血汗之上。喺呢個遍地都係黃金嘅大時代，有眼光嘅人自然可以一飛沖天。1950年，有一個22歲嘅後生仔，用幾萬蚊積蓄喺筲箕灣開咗間山寨式嘅塑膠廠，叫做長江塑膠廠。呢個後生仔就係日後叱咤風雲嘅香港首富李嘉誠先生。去到1957年，李嘉誠喺一本外國嘅雜誌睇到，意大利興起緊一種像真度極高嘅塑膠花，喺歐美賣到斷市。佢敏銳嘅觸覺話俾佢聽，呢個係發達嘅好機會。佢嗱嗱臨飛去意大利偷師，將最新嘅技術同埋模具引入香港，大規模生產。佢出產嘅塑膠花質素好，價錢平，一推出就橫掃成個歐美市場。短短幾年，長江塑膠廠成為當年全世界最大嘅塑膠花廠之一。
呢一鋪塑膠花大戰為李嘉誠賺到人生第一桶金，亦為佢日後建立龐大嘅地產帝國打下咗最堅實嘅資本基礎。不過李嘉誠做得咁大咧，除咗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叻嘅人之外，仲因為佢非常之識得用香港當時嘅廉價勞動力。大工廠接海量嘅訂單根本就做唔切，於是啲工廠老闆就將啲簡單嘅工序，例如剪線頭啊、砌塑膠花啊，當做外判咁派俾出面嘅家庭做。呢一種客廳變做生產線嘅模式，喺當時叫做山寨廠。其實喺當年嘅一個大浪潮入面咧，發圍嘅就梗係唔止李嘉誠一個啦。大家諗深一層啊，全香港幾千間塑膠廠日夜趕工用嚟生產嘅機器究竟係邊度嚟嘅呢？如果全部都係靠外國進口，成本咁貴，點樣同人爭呢？呢個需求造就咗另外一位傳奇人物嘅崛起，注塑機大王蔣震。同李嘉誠極強嘅商業觸覺唔同，蔣震行嘅嗰一條路係關於硬件技術嘅路線。1958年，退伍軍人出身嘅蔣震，同朋友夾份用得嗰200蚊港紙起家，喺大角咀開咗一間得幾十尺嘅山寨廠，叫做震雄機器廠。當時冇人睇好佢，但係蔣震係一個機械狂人，佢日以繼夜匿埋響間廠入面鑽研機器。皇天不負有心人，佢竟然成功研發出香港人自己製造嘅擠壓機，後來更加發明咗全球首創嘅10安士雙色注塑機。呢部機平過外國貨一大截，仲可以一次過做出雙色塑膠產品，大大提高咗生產效率。如果話李嘉誠同埋唐炳源係帶領香港衝出國際嘅領軍人物，咁蔣震呢就係將成個香港製造 Made in Hong Kong 嘅神話，提供咗核心武器嘅最強後盾。佢證明咗香港人唔係淨係識出賣廉價嘅勞動力，我哋一樣有能力可以搞原創技術。當時嘅香港可以話係全民皆兵，屋村嘅走廊得個百幾尺嘅客廳就係生產線，啲師奶煮完飯對手都未乾啊，就坐低喺度串膠花，公公婆婆就幫手包裝，就連啲細路放學返到屋企，第一時間唔係去玩，而係幫手剪埋嗰幾百個線頭先至可以出去玩。一家大細串膠花絕對唔係一句口號，而係整整一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點解要咁辛苦？因為喺嗰個年代冇綜援冇福利，大家心入面只係有一個好簡單嘅信念：手停就口停。呢班社會最底層嘅普通家庭，冇高深嘅學歷，只有一雙勤勞嘅手。佢哋信奉多勞多得，深信只要肯捱肯做，就一定唔會餓死，甚至可以改變一家人嘅命運。呢一種喺逆境之中咬緊牙關、自強不息嘅生命力，就係後嚟香港人成日都掛喺嘴邊嘅獅子山精神。而香港呢一個舉世震驚嘅經濟奇蹟，正正係由呢一對對穿緊膠花嘅手一點一滴咁砌出嚟。去到60年代中啦，香港表面睇落風光無限，外匯儲備暴增，大老闆日日如翅撈飯。但係喺呢個經濟奇蹟嘅華麗包裝底下咧，其實早就埋藏住一個極度危險嘅計時炸彈。1965年呢個炸彈開始倒數，銀行擠提。點解無啦啦會爆發擠提嘅呢？去到60年代初，香港人口暴增，樓市開始跟住瘋狂飆升。當時好多華資銀行為咗揾快錢，發明咗一招極度危險嘅玩法，就係借短太長。佢哋用極高嘅利息吸引基層市民，將辛苦嘅血汗錢存入銀行，然後轉個頭就將呢啲原本屬於短期嘅存款大筆大筆咁借晒俾啲地產商去炒樓。
喺當時幾乎冇網管嘅金融制度之下，好多銀行自己手上面嘅現金儲備其實少得可憐，啲錢全部砸死晒喺啲磚頭度。結果去到1965年初，第一張骨牌終於頂唔順倒下，一間叫做明德銀號嘅本地銀行因為炒樓窿咗，資金鏈斷裂，直接被政府接管執笠。呢一單新聞一出，成個香港社會陷入極度恐慌，所有小市民都驚自己畢生嘅儲蓄會化為烏有，全部衝晒去自己間銀行度排隊撳錢。擠提恐慌好似瘟疫咁迅速蔓延，最後引爆咗一場極其嚴重嘅華資銀行擠提風暴。當時全港最大嘅華資銀行之一廣東信託銀行，被排山倒海嘅擠提大軍撳錢撳到宣告破產，連帶到當時華資銀行嘅龍頭老大恒生銀行都爆發史無前例嘅大擠提。如果唔係去到最後一刻，英資嘅匯豐銀行強勢出手，宣布無限量支持同埋收購恒生，當年嘅香港經濟隨時一鋪清袋，提早玩完。呢一場風暴揭露咗當時金融監管係有幾咁脆弱，但係真正嘅危機並唔係喺中環嘅冷氣房入面，而係喺深水埗、新蒲崗嗰啲熱到滴汗嘅工廠區嗰度。經濟數據的確係好靚仔，啲大老細的確係賺到盆滿缽滿，但係大家要問一句，呢一個奇蹟到底係踩住幾多窮人嘅血汗爬上去嘅呢？當時嘅勞工法例落後到你唔信，工人每日喺極度惡劣嘅環境底下做足10至12個鐘，冇法定假期，冇勞工保障。工廠意外斬斷咗手指啊，壓斷咗隻手，老細賠幾廿蚊就打發你走，第二日仲唔俾你返工添。為咗幫補家計，成千上萬未發育嘅小朋友細路哥，仲要匿埋喺山寨廠度做童工。呢20年嚟，最底層嘅香港人捱生捱死，撐起咗成個社會，但係分到嘅經濟成果可以話係少之又少，加上當時警隊同政府內部貪污嚴重，大有大貪，細有細貪，基層市民每日都受到壓榨。喺呢個社會入面咧，民怨就係啱啱上面提到嘅計時炸彈嘅一個催命符。個計時炸彈已經接近去到倒數嘅尾聲，隨時都會爆發。結果去到1966年4月。當時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加價，究竟加幾多呢？頭等艙加斗零，即係5仙。你可能會諗啊，5仙啫，有幾大件事呢？但係對於當時咧谷住成套戲嘅後生仔嚟講，呢5仙就係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一個叫做蘇守忠嘅青年，着住寫滿抗議字句嘅外套，走到去中環天星碼頭絕食抗議。事件迅速發酵，幾千個對社會現狀極度不滿嘅青年湧上九龍街頭，掟石、燒巴士。港府宣布宵禁，出動防暴警察鎮壓。呢一場因為5仙而引起嘅騷亂震驚全城。我哋睇翻由1945年去到1966年呢短短嘅20年，香港經歷咗一段不可思議嘅世紀大逆轉，由一個俾戰爭蹂躪到爛晒嘅廢墟，到被聯合國全面禁運逼到埋牆角。香港曾經幾次走到去懸崖邊，但係歷史嘅奇妙之處就係在於，南下嘅過江龍資本、技術同埋機器遇上咗過百萬為咗生存而搏老命嘅難民，一條國際嘅封鎖線，誤打誤撞逼出咗一個震驚世界嘅香港製造 Made in Hong Kong 嘅工業神話。呢20年，香港人喺徙置區嘅狹窄走廊，喺悶熱嘅山寨工廠入面，用血汗同埋雙手硬生生咁建立咗一個屬於自己嘅獅子山精神。
亦都造就咗無數超級富豪嘅誕生。但係每一個經濟奇蹟嘅背後，往往都隱藏住無數嘅代價。當社會嘅龐大財富瘋狂湧去金字塔嘅頂端，喺底層撐起呢一個奇蹟嘅平民百姓，換嚟嘅只係惡劣嘅工作環境、嚴重落後嘅勞工保障同埋無日無之嘅貪污壓榨。1966年嘅天星小輪騷亂最終雖然平息咗，當時高高在上嘅港英政府以為拉咗人、放咗催淚彈、宣佈咗宵禁，個社會就會恢復平靜。佢哋根本就想象唔到個計時炸彈一早已經去到倒數階段。呢一場因為5仙一個斗零而引起嘅騷亂，只不過係一場10級大地震之前嘅先兆。因為同一時間喺深圳河嘅另外一邊，一場叫做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嘅政治風暴啱啱正式爆發。呢一股極左嘅狂熱風暴即將吹到嚟香港。第二年，亦即係1967年，一場真正席捲全港、死傷無數，甚至差啲令到香港提早改變命運嘅世紀大風暴即將降臨。呢集我哋講到呢度，非常多謝睇到最後嘅每一位觀眾。如果有講錯嘅話啦，歡迎大家留言指正。如果有講漏嘅地方咧，有想補充嘅朋友，非常之歡迎你哋喺 comment section 嗰度留言補充，大家多啲交流，一齊完善香港嘅歷史。下一集我哋將會一齊揭開香港工會歷史上面最血腥嘅一頁——6·7暴動。我哋係半夜講歷史，我係 Philip，下集見，拜拜。